Apple 蘋果公司出現重大人事變動，行政總裁 Tim Cook 將會喺9月退任。張麗儀報導。蘋果公司今日宣布，現任行政總裁 Tim Cook 將會轉任公司董事會嘅行政主席，而負責蘋果硬件工程嘅現任高級副總裁 John Ternus 將會接替 Tim Cook 做蘋果嘅下一任行政總裁，並且加入蘋果董事會作為成員。呢項人事調動將會喺9月1號生效。蘋果公司表示，係經過深思熟慮、周詳嘅接班人籌劃過程之後而作出嘅決定，亦得到蘋果董事會一致通過。Tim Cook 目前繼續做行政總裁，並且同未來繼任人 Ternus 緊密合作，以便順利交棒。蘋果公司指出，作為公司董事會嘅行政主席，日後 Tim Cook 將會協助公司多方面嘅業務，包括同世界各地嘅政客打交道。Tim Cook 形容 John Ternus 具有工程師嘅思維，有創新者嘅靈魂，係一個有遠見嘅人。Ternus 喺蘋果工作咗25年，將會全心全意去領導公司，所以毫無疑問 Ternus 係正確人選去領導蘋果走向未來。至於 Tim Cook 喺1998年加入蘋果，到2011年晉升為蘋果行政總裁，佢擔任行政總裁長達15年。喺佢領導下，蘋果嘅市值翻咗超過20倍，由當初大約3500億激增至現今市值大約4萬億元嘅科技巨企，年度收益增長亦增加接近3倍。到2025財政年度嘅收益達到4160億元。26台記者張麗月報道。